由建浩地產同市建局合作發展，位於大角咀埃華街3號嘅影居，單棟式設計，全部屬於一房連書房間隔，合共設有122伙。影居位置優越，位於旺角同大角咀之間，坐擁2站3線鐵路網優勢，步行約6分鐘即可到達港鐵奧運站，1站直達九龍站，並且接駁高鐵西九龍站及機場快線，2站過海即可到達香港金融核心區。項目都鄰近旺角站，步行約7分鐘就可以到達旺角核心地帶。附近亦都有多個巴士站，交通4通8達，又選擇多。影居周邊有唔少嘅民生商店外，亦都有多個商場，包括奧海城、朗豪坊等等，店鋪種類包羅萬有，食肆、零售商店林立。而且鄰近大角咀市政大廈，內設有街市、游泳池、體育館同埋公共圖書館。影居坐擁小學32校網及中學油尖旺區，傳統名校林立，有助子女升學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一下示範單位。以18樓 A 室為藍本，由裝修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47尺，屬於一房連書房間隔，特高約3.5米樓底，空間感十足。入門設有一個小玄關嘅位置，設有嵌入式微波爐、雪櫃等等，亦都放置咗窄身吊櫃，可以擺放日常用品。通過玄關就係開放式廚房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設有櫥櫃及配有基本家電，包括電磁爐及洗衣乾衣機等等。接住落嚟係飯廳嘅位置，4人餐台靠牆擺放，配特色吊燈，打造優雅嘅用餐空間。另外一邊就係客廳，擺放咗飾櫃同埋電視地櫃。擺放咗灰藍色3人梳化，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擺放咗戶外家具。浴室有窗，屬於明廁，有助排走濕氣，設有鏡櫃及洗手盆櫃作收納。設計師運用高樓底優勢，將書房打造成為另外間睡房，擺放高架床，下層設有書台同埋衣櫃等等。而樓梯嘅位置設有3立空間，上方就係單人床。書房設有轉角窗，提升房內採光度。主人房開即方方正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亦都擺放咗一個置頂嘅衣櫃連收納櫃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